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婚姻未了的幸福堂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之一。过去在地学生若要去外地读册进前，拢会来这求平安水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庙方特别准备着120份的乌拍防疫包，予学生来领取。这个乌拍就是每一个科目拢来集结意思，希望所有学生入新的学期学业顺利，身体健康。为了幸福堂，何塞一位来自日本琉球的林春姑，为民国76年起好以来，一直是地方民众重要的信用之一。最近学校陆续开学，英国有未少在地囡仔要出国读册进前，拢会惯势来这求平安水，早去外地保平安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庙方特别准备120份的乌拍防疫包，予大家来领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而且学校也陆续开学了，所以我们就有推出这个欧帕防疫包，希望学生可以透过这个欧帕防疫包，可以就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可以平安健康，也可以考试都欧帕。只要在学生证也是入学证明，就会使去领。内容除了有平安水以外，也有防疫期间真实用的酒精甲喙安。若酒精用了，佫会使摕转来补。未来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他就可以过来回装，或者是可以另外跟我们约时间，我们这边都可以酒精回装。这个活动为拜六早起9点开始，所有防疫物资拢是经过林春姑加持的。有想要去领的人，都要把握机会。